戏曲新风尚，我们一起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全新改版的戏剧大舞台节目，我是主持人钱云。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戏曲名家作为明星主唱人来到节目现场，和热爱戏曲的观众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梦想合唱人们，一起开一场盛大的欢唱大 party。梦想合唱人呢，将通过竞演的方式，最终产生一位，他将得到与明星主唱人同台合唱的机会。那么，如何能够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呢？请将您的演唱视频和您的故事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如果您够特别、够优秀的话呢，就一定会有机会来到节目现场。在揭晓今天的明星主唱人是谁之前呢，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4位观察员。好，我们的4位观察员呢都已经入座了。今天的阵容是超级的豪华啊！来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粤剧名家毕派小生杨文斌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粤剧名家毕派小生阮建荣，还有我们帅哥啊，这个我们的陆派小生这个徐标新，欢迎。还有一位呢，真的是很久没有在荧屏上露脸了，今天见到他也是非常的难得，是浙江小百花原版《舞女拜说》当中大小姐的扮演者，我们的7派花旦周美娇。来，掌声送给4位。看到这么豪华的观察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已经在猜想了。那这位明星主咖肯定是和粤剧有关，哎，你猜对了。那么至于他到底是谁呢？我们请杨老师，我们再给大家透露一下好不好？是阿拉剧团里向第3代的学生子。是唱啥个派别的呢？7派，唱7派的啊！大家这个猜的8、9不离10了。我们一起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位明星主唱人就是辛弃，来，掌声欢迎。他是玉堂春里的苏三，是血手印里的王千金，是白蛇传里的白素贞，他就是金靖，一个传承着7派经典并不断发扬创新的粤剧名家。他扮相清丽，嗓音甜美，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就有一大批7派的爱好者想与他同台合唱。
哇，唱得太好了，而且怎么那么的热闹？这可以说是我们节目改版以来在台上合唱人数最多的一次了，是吗？对，而且我发现啊，就不仅人数多，而且听说他们都是从江浙沪各个地方来的这个戏迷朋友，而且你看年龄跨度也应该挺大的，哇，不得了！所以看来我们七派还有我们金靖老师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开始我还纳闷呢，我说那个徐彪新怎么坐在我们的观众团里边啊？是不是他也是一个七派迷呀？其实徐彪新啊，他唱什么流派都非常的好，哦，是唱将，就怕别怕贼迷啊，对吧？贼迷，那要为他求证一下了。其实对七臂流派呢是非常痴迷的，我是没有进那个上海豫剧院大门之前，对这个七臂流派就情有独钟。哎，我觉得我有一个建议啊，那让那个徐彪新能不能唱几句这个七派？好呀，好呀。一人民哟，咋个里反清人挂人这个是多才多艺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台上有这么多位梦想合唱人啊，你们的心愿都是要和金靖老师完成最终的一个合唱，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后只能选出一组来，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又有点残酷的。好的，这个最后的难题就交给你了，我交给杨老师吧。哎，那么也请我们梦想合唱人们好好的表现。那么我们首先就从年纪最小的开始吧，好吧？这两个小朋友应该是一个组合，这是他们的老师是吧？我是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一位小生演员，后来嘛，我去宁波市文艺学校，到了8年的超腔老师，退休了以后呢，我在实习室，办了一个文艺学校。哦，那么今天能够上我们的这个梦想舞台的，应该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了，老师是不是？今天呢，我就把他们带过来。他是我们实习的沈思琪，他是我们实习的周迅来。哦，你们知道今天来节目是做什么的吗？干什么的吗？我们想跟金靖妈妈一起合唱。这个稍微声音有点小，看来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啊。我们给他们打打气，好不好？好，我们首先就请我们一对小姐妹率先做他们的表演。齐家福他园，阳春三月花似锦，我计划上去新百草。区区接近不自称，随即趁着更新村。一声飞鸟头上坐，鸟儿啊，你能否为我打心中？所以乱请王公子，去色蜀山找无端。此生难与君相见，只要团圆一无缘。哎呀，真没有想到啊，小朋友唱的不错啊，这个身材小小，但是这个气派的味道倒一点不少。对，他们都很认真。对，我们请我们4位观察员来点评一下。哎，我来说，这个2个小朋友呢，因为是来自我们宁波慈溪的啊，我对他们比较了解。
这个家长呢非常的支持，小朋友们呢也非常热爱。期盼也非常热爱我们的晶晶老师，这两个小朋友还在上幼儿园，我觉得唱得非常的棒，后继有人呐，非常棒。这个小朋友表现不错，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梦想合唱人要一一的亮相。我们节目组呢也推荐了一位梦想合唱人，我们把他请到舞台上来，好吧？好的，好的。好，有请。小金，您好，来，也是晶晶老师认识的啊。这个跟晶晶老师呢也是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对吧？来介绍一下你自己。我来自宁波北仑港的700粉丝。对，我们有一个群叫精进7B粉丝群那么小金他是在里面担任，小金担任就是群主。那么是不是作为群主也给大家经常谋点福利呀？他有时候会跟我打电话，他说晶晶老师。群里是非常的热闹，你能不能参与一下参与一下，是吧？我说好的，好的，好的。是不是会一进来就出不出去了那种感觉？有时候就不舍得出去了，因为每个人都想跟你说上话。就是我们这个7B流派不仅仅是女孩子，有很多很多男生，还有男生在里面，对，都很喜欢这个唱7派，唱得非常的好。哎呀，那个7派的影响力啊！那么，所以今天作为群主来到这里，也是替姐妹们替那个男同胞们、男戏迷们也是共同圆一个心愿。是吧？想当初，林王两家起红线，指望是清晨夫妻到8年，有才子临忙不应家道别，老母团在一并肩，他一心要抬举是婚女儿家的心事，想在总在我堂前争过好几位，我在举高7、8遍，真乃是时常怕三空飞离，我只里爱戴心世间。老师，味道对吧？味道蛮好的。味道蛮好啊。他唱得非常的老道，他对7派呢，其实一定是非常的执着在学习啊。那么他有没有希望走到最后？希望他走到最后。谢谢各位老师。这个鼓励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你身边的晶晶老师啊。好，那么听说你今天还带来了一个小姐妹是吧？群里的小姐妹，她也要作为梦想合唱人上台表演。是的，是哪一位？她叫于秀丽。好，我们先看她的表演。月亮金，月亮银，你爱心尽到过光阴，一代永贵的功名，那是在地就是魂，摘菜花轿到门庭，高头马上去郎君，彩彩荡荡上大天，不怕老虎不打赢。
表现不错啊。那么我们也请周老师吧点评一下。唱方面也是绝对是没问题的，就是再稍稍抠一点的话，那就更加专业了。作为一个业余来说，到这个水平已经蛮不错了。那么你学这个七拍学了几年了？哦，我爱好七拍已经有7年了。有没有在群里面得到过金靖老师的指点？有，对我们群里面的福利可大了，真的，我是真的非常敬重，金靖老师，金靖老师的为人真的是对七拍的传承啊，还有那个奉献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真的，我们学到了很多。老师对我们呢也非常的关心，还送书啊。送碟片啊，让我们学习，是吗？所以金靖老师真的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老师，对吗？对啊，所以能够遇到这样的老师，真的是戏迷粉丝的幸运，荣幸。对的。好，那么刚才呢几位梦想合唱人呢，都是我们节目组推荐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观察员老师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推荐呢？有，我推荐一位美容院的老板娘。她人长得美，戏唱的也好，说的我们胃口都吊起来了。我们先睹为快一下。你前去望十字路，他家不肯还子龙，莫非他不见爱子龙？故意做梦，骗子他日有心李子龙，谁该登门娶子龙？他日不应白子龙，不抢了六子龙。这位呢，就是我们的梦想合唱人啊，甘飞娥。刚才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双珠凤啊。那么在边上站着的这位，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是你的谁？这位是很支持我的先生啊，就是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也不会有这么多年这个越剧上面给你的这个帮助，是不是啊？我认识甘飞娥之前是认识他的先生，啊，那个10多年前，我跟杨老师正好去那里演出，然后他们很客气，到他们家里去吃饭，然后呢，他就介绍了他的太太
叫甘飞蛾。那个时候你是先认识的他，然后再认识了太太。对，那个时候他还不太会唱，但是他喜欢唱的是七派，那么好呀，我说你唱一段七派让我听听，然后他非常的难为情，他是屁股对着我们唱了一段，但是我觉得很可爱，然后他一直在学唱啊，《白蛇传》《玉堂春》啊，学手印。那么我呢就和他说，哎，你可以学一点我们静安越剧团比较进步的啊，也比较时尚的，也是我们静安越剧团的一些里程碑的一些剧目。那比如说那个《双珠凤》这一段已经在大家全国应该说是传唱了。我说你就这一段学一下。所以今天他也特地带了这一段其实非常的难唱，但是他完成的不错。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俩是因戏结缘，还是因为这个共同的爱好，让你们的感情更加的深厚了？应该是共同爱好吧。共同爱好走到了一起。你也是七派的？我呢唱是唱影派的，现在呢七派特别喜欢。哦，呼吸七派啊。以前是他太太受他的影响，现在他受他太太的影响了。是的。所以祝愿你们的感情越来越好，好不好？家庭美满幸福。好，谢谢。美容店老板甘飞蛾的一段《双珠凤》得到了观察团的集体肯定。今天的梦想合唱人们也已经有4位在舞台悉数亮相，后面的选手也要好好加油，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位梦想合唱人的精彩展示。梦想合唱人的演唱结束了，也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好，我是来自慈溪的严林春，我是一个业余的器迷，特别迷我们的金老师。金老师在我心中，她就是我的女神。哇，殿堂一般的人物是吧？啊，是的。好，哎，这个也是慈溪的，那么是不是阮建荣也比较熟悉？严林春呢，她学戏时间不长，但是觉得她非常的努力，而且她台上的形象
是不是大家见证了啊？非常的漂亮，对，是吧？很美啊！就是我们几位老师呢，刚才也说她扮相很漂亮。这次舞女拜寿呢，就是全明星版的舞女拜寿，她呢就是扮演了一个大女儿的角色啊，也经过了我们周美娇老师亲自的就是指教。对，因为她是我们在一起排练的嘛，她演我这个角色。然后他在我们当中休息的时候，他就追着我问，那么我一个字一个字给他抠，我觉得他很用功。对，你们那个演出是应该是专业的演出吧？就是对，是专业的演出，全是专业，然后就是一个他一个业余的哦，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特别紧张。幸的，听说也为了这个事特地打电话给金静老师是的，是的，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业余的，平时呢都是看着老师的视频，然后就是自己去模仿的，没有经过老师的那个手把手的，然后来指教，所以我觉得压力特别的大。但是我一开始因为她是我的女神，我不敢开口，因为我感觉好像，因为毕竟是个业余的，老师可能会拒绝我啊，我心里是有这种想法，对，老师也忙，我不敢开口。然后那天我鼓起勇气，我想这样的一个场合，我必须要得到金老师的指点，我才有勇气上去，所以我就鼓起勇气给老师打电话了。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一下？我说之前都不认识他是吧？认识，但是我没有让老师这样子指导过。对，开车子4个小时到我们这里那边。后来我说还有谁演出？他说周美娇老师也有演出。哎呀，我说。这个正好我现在是跟你说了以后，然后你到了那里排戏的时候，你就拉住周美娇老师啊，也是在金静老师的引荐下面口传心授。哎呦，到最后演出怎么样？演出蛮好的，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对于我一个业余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学习和挑战的一个机会，但是也。很不错，很不错，继续加油努力吧。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做到这里，我挺感动的。我觉得你看今天这既有七派的花旦，又有我们毕派的小生，真的是七毕不分家。而且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七派在这个自己传承好自己的流派的同时，也在为对方的流派做考虑，是不是搭桥助阵？所以我觉得今天很难得，我们七毕的这么多师姐妹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个节目，给我们的观众朋友饱眼福，好不好？好的。四房门前一枝梅，四上八娘对当对，西墙门是喳喳叫，想你两兄抱喜泪。弟兄二人下山来，门前许恰在呀上灯，从来许恰报喜信啊，恭喜爷的一路平安把家回。一路平安把家回呀。拆了柴，过了关，太子去山上交付江山担，起早落夜多辛苦，打杂多日夜艰难。他为何人把上当？你为那个宋香山？他为妻子把
刚才的表演，真的我们看的又是激动又是感动啊！因为师姐妹们应该很久没有这样同台一起表演了啊，所以希望你们常能来我们戏剧大舞台，好不好？给你们提供一个同台这个合唱的机会。好，哎，我想起来啊，我们的这个梦想合唱人呢，这个已经有不少登台了。但是徐标新好像今天没有推荐吗？有啊，有。我今天介绍一个是小朋友，他的武功。文是文的，武是武的，文武兼备，非常非常好，是不是？他是在上海小花班，小花班里面学习，是正规的专业老师培训的，他叫妍妍。来段什么？大家都知道《白蛇传》这出戏是京剧的，而七碧呢也有这出戏，在观众当中影响深得不得了。今天呢，我介绍这个妍妍这个小朋友呢，他演的其中的一则。稻草，你们信不信？灵不灵？我请他上来表演给你们看。我方要你尽管去到领子。系统啊，为其用成下山岗，西吴化作家婿郎，端阳府尹永王居，一哈的复命丧，生计出丧。万文草，居民林子，宽文上，上你西门算为本，你。七山万山怎样能得林子长，总算杀生比无妨。怎么样？怎么样？妍妍得到了满堂彩啊！尤其是我们观察团里面几位老师，是吧？这个拼命在鼓掌拍手啊！对，哎，我们都点评一下好吗？我对那讲，这小鸡的呀，一4岁就开始学戏。那么这个学戏其实挺花时间的啊，而且还要吃苦，是吧？你现在一个星期大概有多少时间要花在这个学唱上面？每周日是定期的去赵氏一教小花班学习。是半天，半天，对，在1到5就是平时上课、放学之后的课余时间，会去就是练习这个。哟，这个一个星期大概起码要花到大概7、8个小时是在这个越剧上面的，那很多啦，是吧？那你怎么保证在这个学习的同时又不影响你的功课的呢？哎，学习对你的帮助大不大？可以这样说吗？学习对我的帮助其实很大的，因为越剧它基本上讲的有古代的历史，然后就是有地方的特色，所以通过这个我可以在文化上面就是有很大的提高。
反而作文越写越好了，是吧？所以我就跟他水平学习班里是最好尖子，非常好。我说晶晶老师希望你好好的学习啊，长大了当一个科学家、医生什么？他说不，我要当艺术家。而且我发现学戏的孩子都特别的懂事，因为我们这个戏曲里面有很多关于传统美德的一些教育，在这个应该说不断的在熏陶非常懂礼貌，小朋友非常懂礼貌。对，是的。想不想继续下去？想啊，你的心愿能不能告诉大家？我的心愿呢？就是在未来，是在以后当一名戏曲演员，就是越剧演员，传承这个七派艺术，然后也能在今天的这个就是舞台上面，就是成为金靖老师的合唱人。好，我们好希望你能够达成你的心愿，好不好？我们希望啊，不容易，不容易。对，从小戏曲从小这个扎起了。真是他文武双全，我也看过了啊，觉着搿小家伙是蛮有潜力的。那么特别呢，我觉着晶晶搿点也挺好，伊就是讲大个也扎，没去小个也扎。大个呢，喏，搿个也是宝贝也扎个，再上去60几岁也扎个。小个呢，侬刚刚小了个，幼儿园大班也扎个。对，搿了比那些个晶晶付出是交关多。我也愿意献出自家个，看到了有出，我也愿意帮助。一个好汉3个帮。啊，对吧？哎，徐彪新，你推荐的4个帮了，对，徐彪新，你推荐的非常好啊。当然了，因为我是演员出身，我知道演员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长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很同意。杨老师说，晶晶姐姐，我一直佩服她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没有剧团，她等于像个人在运作。对，你知道一个戏要多少个人，多少个。精力团聚在一起，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看不少的这个梦想合唱人的表现啊。对，好像杨老师你到现在还没有推荐过，杨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你的梦想合唱人好不好？我推荐不止一个，有6个。哟，那就够了吧？10岁里3杯酒。1人班啊，1人班啊，上海的、浙江的侪有，江浙沪都有。江浙沪哦，哎，这个节目很特别，我们先请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掌声欢迎。好，杨老师推荐的这6位七臂派戏迷，分别来自江浙沪3地。这一组梦想合唱人是否最终赢得观察团的芳心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进口，小姐呀，你是此一的世上有，找得
白驹上手发抖菊花来，林郎啊，你我就像着花白驹。到巴黎。我领过聚少离多一小儿，小姐呀，居人光背大雨来，我与你为人夫妻永分手，夫君临三百句，悟空究竟心塞头。林郎啊，可问老天父理由，善良之人报应。我里往来，小姐呀，今生我要再续手，大娘来世再配将。这个3杯酒啊，太不容易了啊！是的我们一下子出现了有6位这个梦想合唱人，而且听说他们是来自江浙沪不同的地方。是的啊，我们先从这个一杯一杯的给大家介绍，先从第1杯酒开始。我来自上海，我叫吴奇文，我是从事餐饮行业的。我是来自上海的陈静，我现在是自己在做传媒公司，都是事业型的女性啊。对。那么平时你们怎么有时间搭在一起练唱呢？对，7B，就是一份这个痴迷，是吧？啊，听说你们还会一起组织去旅游，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只要有时间，也大家一起唱七派、必派，对的，对的，是吧？啊，好，那么我们第2杯酒，2位也自我介绍一下好吗？我来自江苏昆山，我叫张敏珍。大家好，我也是来自江苏昆山的。听说我们张大姐还有自己的沙龙，是吧？啊，是的，因为我去18年的时候就办了一个营业执照，可以算。就因为迷恋金靖老师，所以就办了这个沙龙，结合起来大家一起唱。只要到我店里就是7杯。他们就是爱好，对，也不去赚钱。对。有时候他们自己都拿点钱出来，自己掏腰包也要把这个沙龙办下去。是的。所以金靖老师听到了，是不是也挺感动的？哎，沙龙有没有请到过金靖老师到现场去和你们一起？很遗憾，今天第一次看见，就我
跟我们的朋友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第一次看见他。我说我会有机会到他们千灯，因为千灯是我拍《牡丹亭》这个地方，所以我说我一定会有机会到千灯去教唱啊！欢迎您白娘娘去千灯。是的，我也很期待。好，我们还有第3杯酒，也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宁波日期的罗雪瑶。大家好，我是嘉兴海盐的叫朱小菊。我呢是金靖老师群里的认识的啊，金靖老师的真的人很好，什么事都问他，他都会说的。前段时间就是进了金靖老师的那个群里面，他经常出来跟我们聊，也交流一下。就是我唱别派的呢，我也自己也吼几句，也唱几句，也得到了金靖老师对我一些指点，对我一些讲解，对我来说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客气。那我们群里人都非常的善良，那么我也和群里人说，有什么样的演员就有什么样的观众。这是袁雪芬老师也是这样说的。因为我觉得就名家戏迷其实相辅相成的，我们是鱼水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团结。所以这个金靖啊，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啊，你不仅用艺术征服了他们，还有你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周围很多很多的戏迷朋友，是这样吗？我们的梦想合唱人已经全部集结完毕，最终到底哪一组能完成与金靖合唱的梦想呢？是2个小萌娃，还是与专业演员同台合演的他？是文武兼备的中学生，还是来自江浙沪的7P组合？广告之后马上揭晓。我们今天所有的梦想合唱人的表演呢，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最终谁将和金靖老师携手登台完成他们的合唱呢？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柳丝花披两水面。才听离鼓，三万转，迎梅团奶奶的雨，迎参礼。真的要恭喜妍妍小朋友，如愿以偿的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最终能够和金靖老师携手登台，成功的合唱了，再次掌声表示祝贺，真的为你感到高兴啊！金靖老师，你们是怎么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对我来说比较难，那么后来就是通过我们4位观察员他们一致认为妍妍是最佳人选，因为我们戏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对吧？然后看到他这样又要读书，又要练习，又要练唱，真的是很不容易。金靖老师也希望妍妍读书还是要放在第1位希望你将来
啊，真的是10年以后，哎，在大赛时候什么妍妍是第1名，哎呦那祝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对，好不好？你有信心吗？有，好，坚持下去，为你鼓气，为你加油，好不好？加油！哎，其实今天啊，我们的这台节目做下来，我觉得特别感动。啊，因为我觉得我们7派啊，这个当中有一种互相支持的力量，有戏迷和戏迷之间的，也有夫妻之间的，也有这种师生之间的一种互相支持的力量。我觉得有了这样的一股支持的力量，我们的7派一定会传承发扬得更好。这个喜欢7派的这个戏迷朋友也一定会越来越多。是的，感谢金靖作为我们今天的明星主唱人，也感谢我们的杨老师，感谢我们这个4位观察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谢谢。也感谢所有梦想合唱人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